再来看台东哦，最近有一个民众收到新竹的警方寄来6张红单，将近罚金5万块。民众哦，伊最近根本就无去新竹红单顶头违规的相片哦，根本就毋是伊的车，车牌是防盗用。伊向新竹警方佮有署长的信箱来申诉，也毋过拢无路用。后来，伊去向台东监理站申诉，换掉伊的车牌，是母真久哦。这个民众是真怨叹讲，法律到底是保护谁？一个住伫台东市的小姐，提出新竹警方今年9月小连续寄来5张罚单，每一张拢清楚翕着车牌，不过详细一个看是高级车，甲伊的车是完全无共款，而且即马还佫另外一张还未寄出来，不过已经登记伫监理站违规的记录内底，超速80公里，爱罚款3万6。这6张罚单拢总爱纳4万9千外，目前5张罚单已经纳去啊。互民众生气的是，伊去甲新竹警方申诉，警方的回应。因是以合法的车牌开单寄予车主。我觉得就是核对车籍资料，应该马上就知道这不是我的车呀。但新竹交通队就跟我说，他们每天单子很多，他们不会一一核对车籍，就是以车牌追人，车牌是我的，名字是我的，所以就寄罚单给我。这个民众甚至写批去警政署长的信箱投诉，不过嘛是转交予新竹警方来处理。尾像这个民众高不离章，去甲台东的警方报案，讲伊的车牌去用偷用。再搁去监理站开钱撤销车牌，重新搁办一张新的。另外，搁去甲台东监理站申诉，再退钱予伊。那如果他提供的一些佐证资料，我们很明确的可以知道，说他这个车牌伪造的是完全跟他原来的一个车子型号、颜色、厂牌都完全不一样。那这个我们可能就可以监理机关这边做一个裁决判定。民众讲收到罚单到纳钱的期限，警方也无法度查到这个偷用人的身份，伊就干那会当成立罚款，若无就搁违法。而且伊搁较烦恼的是，嘛不离伫车牌注销进前，这个嫌犯若搁犯别条的刑案，伊敢是就要走去警察局或者是法院来作证，实在是劳民搁伤财，呼吁都要守法，而且要提供利便的听书来保障守法的民众因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